出嚟揭露黑幕嘅強哥係工程判頭，佢話自己參與過多宗圍標。我哋識得嗰啲大廈裏邊啲人啊，見完面之後，跟住就講嗰啲成數啊，點樣分啊，咁啊到時由嗰個建築公司負責派彩，派俾物管啊，派俾嗰啲咁嘅顧問啊，派俾嗰啲譬如我哋啲中介人咁之類嗰啲，10萬、20萬、30萬都有。佢話過去10年自己賺咗唔少，但係近年維修大鱷，越做越大，小判頭再爭唔到生意。即係老細本身佢已經壟斷晒啦，佢手上揸住10幾間呢啲咁嘅顧問公司，咁啊佢一嗌可以嗌到10幾間嚟負責圍標嘅，呢啲咪叫做我哋行頭叫做大鱷咯。綜合強哥同市建局嘅資料，維修大鱷係一個多間顧問公司同承建商組成嘅圈子。假設今次輪到某公司揸莊，佢就會以超低價入標，其他公司出高價配合，價低者得嘅原則令佢輕易中標。之後就可以主導維修工程嘅招標，其中一個做法係喺登廣告請承建商嗰陣登埋顧問公司個名，集團內其他公司就會收到，格定一間承辦商以天價入標，其他公司就會以更貴嘅價錢去襯托，顧問公司亦都會喺評分過程之中左右業主嘅選擇，促成一宗天價工程。強哥話自己曾經向廉署同警方舉報，但都不獲受理。你有咩證據呢？揾唔到俾你噶，咁佢哋打電話嗌幫手啊，咁我到時上嚟攞份標書用下咁啊，有啲靚仔揸架貨 van 去攞標書去成翻嚟自己填完之後啊，有人同即係攞翻俾佢蓋章，蓋完章再入落去嗰個投標箱嗰度你哋要話俾你聽，你話你點查？佢話自己人越老越唔安心。你呢啲咁嘅錢，我哋即係叫做收咗都唔安樂咯。全部香港人都關事，因為而家佢攞咗好多嗰啲納稅人啲錢去資助呢啲咁嘅舊樓維修咧，咁啊令到全香港啲所有啲人都，我係10幾年前開始做嗰啲工程公司仔，負責嗰啲大廈維修嗰啲小項目，做下做大咗之後先知道，佢呢啲工程好多黑幕。